出现2个坑，而且坑是愈来愈大。初步了解原因是，伫这涂骹污水管线漏去了，加上这离淡水河真晚，差不多敢若1公里尔。这个淡水河南流靠流，影响到地下水的变化，造成咧涂石啊扣了，这有附近的徛家拢会惊，惊讲的安全受到影响。而且附近的管线已经入去啊，108户停水，啊，假使管线呢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嘛暂时关起来。 工作人员调节水后，确保供水无问题。因为这个大坑唔但影响到交通，和附近住户更加凄惨的就是堵到停水。水道水事业处赶紧增设2个水塔，提供给附近的住户使用。 拍开水塔头，搁有水通用，不过这拢是靠水塔欠的水是真停开。地表探讨造成水管的管线落去，拢总108户用水受到影响。加水管线虽然无受到影响，不过因为这个施工为了安全，暂时嘛先加81户天然瓦斯断条。那民生受到影响，这波附近住户搁真吵人声音。整个晚上没睡觉，都吵到天亮，到现在还在吵啊，没办法。 加上这里淡水河刚好离1公里，淡水河海中口流会影响到地下水位，造成沙土桥冲调流失，才出现这个大坑。很多站住说本来是好了，后来才就陷下去，听起来就毛毛的。对啊，心里感觉啦，人都是这样吧。现在变得那么大，真的有一点担心。其实很怕那种像这种老旧房子会倒塌下来。 住户住伫这架车已经30-40天，唔捌看过这恐怖画面，大家是住到心惊惊，不希望市府赶紧找出解退方法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